無論你係想短時間極速惡補中史，定係你想穩5奪星，我嘅中6中史精讀課程就係你2026年最強嘅武器啦！大家好，我係你嘅中史科導師 Andrew， 我喺4屆 DSE 中史拎到5星星，我嘅門生拎 Level 5或以上嘅比例係全港嘅3倍，唔少嘅門生甚至進步至2至3個 grade， 最尾都成功奪星㗎。當其他人都上晒岸嘅時候，你可能會諗：如果我而家先嚟補，會唔會太遲呢？距離 DSE 嘅剩低嘅時間越嚟越少，呢一刻如果你係想中史奪星嘅話，你爭嘅就係一個適合你全面得嚟而濃縮嘅中史課程啦。所以我特別為中6嘅同學準備咗3大課程，分別為中史嘅卷1精讀課程、卷1同卷2嘅 by topic package。中史嘅卷1精讀課程會幫你喺極短時間內將甲部嘅西周到乙部嘅中共所有 DSE 重點嘅部分加以鞏固同加強。想主攻惡補某啲 topic 冇問題 ，by topic 嘅 package 都幫到你㗎。如果你嘅中史卷2係選修制度史啦、知識分子或者地域與資源運用，你可以報我嘅卷2 by topic 課程，課程自由度高，亦都會學得快，可以話啱晒所有學生嘅需要啊。3個課程咧會專攻最熱門嘅 topic 同埋最棘手嘅 past paper 題型，除咗幫你逐題逐步拆解答題框架，仲幫你做埋考評局入邊條蟲，掌握晒所有 DSE 你要識嘅出題套路同埋 marking scheme， 幫你用最少嘅字攞最多嘅分。課後嘅時間我哋仲有24小時無限問書及改問服務，所以當你溫書嘅時候有咩唔明唔使怕醜嘅，即管問即管交問，我一定覆一定改。我哋每期仲會有額外嘅免費操卷日，幫你學完即刻再實戰。課程只有一個目標，就係短時間幫你中史進步，喺 DSE 前取得奪星嘅門票，打好 DSE 呢一場仗。立即報名，一齊迎戰2026嘅 DSE。